怖いかまミニ PT グ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飛到屯門畫室，今日介紹嘅就係呢件嘢啊，日本文房堂 masking tape， 日本嘅製造。文房堂咧個東京嘅老牌子啦，1887年咧就已經創業㗎啦，就專出呢啲咧就繪畫文具嘅嘢。我試俾大家睇下呢件咩嚟啊？嗱，好簡單，係一個膠紙啦。咁我嚟遮住水彩嘅位置，就唔俾佢上色，保護個畫面嘅。咁係一個好似皺紋膠紙咁用啦。不過咧，佢又比皺紋膠紙好啲，就完全唔傷個紙個畫面啦。OK， 俾埋啲睇下，一搣完全冇掂到嘅，仲可以咧循環再用。抹咗頭先污糟個顏色啦。貼翻上去，跟住再上色。咁佢喺紙面上面嗰個貼力呢，就恰到好處㗎，就唔會太黐，又唔會太黐唔到。咁日本好多畫漫畫嘅職人呢，都係用呢一個我嚟做遮住啲位啦。咁你自己可以咧就將個膠紙剪咗你想要嘅圖形嚟遮個位置啦，我覺得非常好用嘅。巡迴用到好多次嘅，我諗最少4-5次都唔使揼呢張嘅，非常經濟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中意條片嘅朋友咧，唔該幫我 like 佢、share 佢，同埋 subscribe 我 YouTube。我教嘅油畫班、水彩班、素描班嘅資訊，同埋有關呢件美術用品嘅詳細資訊咧，都下邊 YouTube 嘅基本資訊欄度咧，你揾到啲 link 嘅，咁你撳個 link 落去咧就可以睇到噶啦。唔該晒，下次見，拜拜。